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0月3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合乎主用的器皿。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1章9到11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人如果自洁，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就能够被主所器重，因为他已献给主，为主所重用，来做各样善事。提摩太后书2章21节。有一次，上帝要耶利米到窑匠的家中，上帝要求耶利米去窑匠家中，他要在那里向耶利米说话。刚好呢，耶利米遇到窑匠正在制作器皿，也正好看见窑匠做坏器皿的情况。既然做不成，窑匠只有重新再造。神要耶利米明白，上帝之于以色列民，正如窑匠对于这些泥土一般，以色列就好像他手中的泥，他用心来捏培以色列，使他们能够成为他所期待的器皿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有提到有关圣殿的各种器皿。所罗门当时谨慎建造圣殿，圣殿建造完，他设立了各样的器皿，为了就是要来敬拜及侍奉上帝所使用。所以当年的器皿有金银，还有各样的这一些的器具。这些圣殿的器具是要上帝按着人对他的心意来制作。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其实最重要的器皿是他的百姓，不是金或是银比较重要。人要成为合用的器皿，圣殿中的一些的金的、银的、铜的器皿，其实就是象征代表人也要成为合用的器皿，只是不同的恩赐被上帝来使用。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讲到，人如果自洁，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就能够被主来使用，来器重，因为他已献给主，为主所重用。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其实早在建造圣殿时候就留下了伏笔，放下了一个布局。这些器皿其实在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将圣殿里分别为圣的器皿带去放在外邦神的神庙中。这是多么令选民痛心的事哦！这器皿是奉献给耶和华上帝的，是侍奉神所用的，多么尊贵！如今因为他们犯罪被掳，连这一些器具，在侍奉神的器具也被掳来，然后放在偶像的庙中，用来拜偶像，或者是在展示这一些的外邦神明的伟大胜过耶和华上帝。这真是大大的被玷污啊！这一些的器具啊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所罗巴伯要带领第一批百姓归回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塞鲁士王他的心也被耶和华上帝激动，所以他要将这些的器具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从耶路撒冷掠夺来的，就放在自己的神庙当中的，他把它交给舍巴萨，把这些的器具都
带回到耶路撒冷，当他们建造完圣殿之后，把它摆在圣殿里面，被上帝来使用。我们看到每一件的金器银器都见证了上帝的保守和看顾。虽然在外邦人手中经历了那么多年，几十年，但上帝仍旧使他们交出来。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让这些器具能够回到上帝的圣殿，重新被上帝所使用。这里可以庆幸的是，这一些的器皿虽然被强权掳掠去，做了不洁的用处，却仍能当人把这些不洁净的洁净作为洁净的器皿之后，仍然能够重新回到圣殿，在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上，可以被上帝来使用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器皿好像在类比上帝家中的这些的信徒。上帝的百姓不也是常常被这世界掌管的恶者来掳掠去吗？可能沾染了一些不洁。如果真的是属于上帝，上帝他不会弃绝的，只要愿意离开这些不洁之地、不洁之事，把污秽除掉，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，重新被主人所使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器皿，每个人恩赐不同，背景不同，条件也不同。有人或许像金器银器一样不普遍，容易被人注意与羡慕。有人或许比较像普遍性的，也不容易被注意的木造的粘土制的这些器皿一样。乍看之下，这些的器皿的尊贵性似乎是根据其材质的价值来决定。但保罗担心提摩太误解他的意思因此他进一步来解释，原来在上帝的家，所谓的尊贵与卑贱，不是根据你有多少的恩赐、背景，或者是外在的条件等等世人的眼光来判断这一些的价值，而是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人肯自洁，就是洁净自己，那如果他能够这样做，就能够作为贵重的器皿；如果不能，就变成为卑贱的器皿今天主耶稣把我们从黑暗权势的手中来赎回来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。然而呢，我们每一位被赎回的子民都好像是不同的器皿，你我都是。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恩赐不同，你可能是做金银，有人可能是做木器瓦器，但是都不要紧。更要紧的是，今天我们应该要让自己如何分别为圣，给上帝使用。你做好准备让神来使用你吗？可能虽然你看你自己就好像木器瓦器，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独一无二的当你愿意，神就把你分别为圣，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主要使用你，你愿意吗？我们来默想上帝感动塞鲁士王交还被
掠夺的圣殿器皿，让舍巴萨带回耶路撒冷，重新被上帝使用。这件事足可以表明上帝如何保守他的器皿。他既保守自己的器皿，便为他的器皿来负责任。假若你今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，他也必保守你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愿意让上帝来使用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开启我属灵的眼睛，带领我们回到真实的生命当中来看见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而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贵重器皿。无论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、言行举止，都要分别为圣，合乎主用，让主来使用我们这器皿来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很容易被这世上的人事物所影响，而使我们里面总是充满了许多属世的污秽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你来使用我们，而我们可能也就成为那卑贱的器皿。主圣灵，我们恳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好让我们里面充满着耶稣基督的荣美，成为合用的器皿，让主来使用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着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